今日係復活節啦，咁啊唔使睇圖，同大家傾下偈，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去檢視一下自己究竟行緊嘅呢一條交易員啦，或者係投資啦，或者係炒賣啦，或者係乜嘢都好啦嘅呢一條道路，究竟呢一刻自己無論你心態上面同埋行為上面喺一個咩位置？有一個重點，大家可能成日都冇去檢視，但係一直都持續發生。唔係講緊關於你選擇嘅操作或者係策略夠唔夠準繩準確，有好多時候究竟係唔係你去選擇一個槓桿或者開嗰個倉嗰個風險承受係唔合乎自己本身預設嗰一個邏輯。咁點樣去分別啊？其實，如果我話俾你聽，不如調翻轉，好多大神都係話俾你聽，每一個交易你係預自己贏幾多啦，係咪？咁但係調翻轉諗，如果嚟緊好唔好彩地，我話俾你聽，嚟緊嗰20個交易都會係輸嘅。但係你嗰20個交易都必須要經歷，你先至會有第21個開始贏嘅。咁你又會點樣去操盤呢？你又會點樣去執行你嘅交易策略呢？如果用翻你本身嗰個習慣，係頂唔過、捱唔過呢20個會輸嘅交易，其實本身你嘅習慣或者你訂立嘅根本就可能冇習慣，甚至乎冇規矩，係已經可以稱之為 over leverage， 即係超過咗自己可以承受嘅風險上限。咁呢樣嘢如果冇檢視嘅，其實每一次每一刻都影響緊你每一個交易嘅判斷，同埋喺你開咗倉之後，自然就會有情緒，自然就會有好多幻想幻覺。佢唔係咁走咁點，佢唔係咁走咁點，佢唔係呢個時間去到咁又點？佢今日我又過唔過夜好？我又瞓唔瞓得着？屙督尿好似打冷震咁，洗都唔手都唔洗啊！即刻衝翻出嚟，開住個電話喺度望。揸緊車係嘛？阿婆過緊馬路，你又真係望下電話。同屋企人食飯嗰陣，你又忍唔住要望下電話。其實本身呢件事你訂立出嚟嗰個範疇係已經有漏洞，甚至乎唔安全。咁如果喺一個咁樣嘅範疇底下，自己去諗下，係唔係向緊一個達到自己目標嘅方向行緊，定係反之呢？咁呢件事我相信好值得每一個交易員或者係投資者去深究。